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易老師。最近咧就好似冇乜太多名人時事娛樂等嘅嘢較為值得去討論嘅，不如啦，咁我哋今集咧就停一停，我哋就唔講人物，轉講一啲嘅八字理論。大家咧一望個標題咧，應該都會覺得哇，都幾爆喎！99% 嘅人咧都理解錯驛馬星。記住，睇咧同理解咧係兩回事嚟嘅。可能啦，你會知道乜嘢係驛馬星，但係咧，當你運作同埋用起上嚟咧，好似硬係爭少少嘅。到底係唔係見到某4個字咧，就等同於四處奔波呢？咁今集就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睇法。如果中意我今次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，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，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嘅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咁八字咧係有天干同埋地支之分嘅，呢一點咧相信大家都好清楚。唔需要我多講。而地支咧一共有12個，分別有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當你咧打開自己個八字命盤嗰陣時咧，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個命盤嘅地支咧包含咗寅申巳亥。坊間咧就有好多人認為啦，有呢啲咁嘅地支咧就代表住要奔波勞碌四處走嘅。我可以講，如果你同中國內地同胞去睇八字嘅話咧，有80%都啱嘅，因為咧佢哋嘅工作咧一定係穿州過省咁滯噶啦。咁到底呢一個嘅驛馬嘅概念啦，係唔係正確嘅咧？咁我只能夠講係講啱一啲表面上面嘅意思，但係咧就唔係內裏真正驛馬嘅真實意義。其實四驛馬唔係單止見到地支有寅申巳亥就係驛馬，而係咧需要再疊加另外一重嘅觀念，就係神煞啦。每一個地支喺命盤裏邊啦，唔同嘅擺位會形成唔同嘅神煞。咁今次啦，我哋所討論嘅神煞咧就係驛馬。如果大家有喺網上面揾驛馬嘅資料咧，應該都會揾到畫面裏邊每一個地支對應出嚟嘅驛馬神煞位置，然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咧寅申巳亥四驛馬係咁樣嚟嘅。因為12個地支最終嘅指向驛馬位置咧，就係寅申巳亥。當你知道四驛馬係寅申巳亥係唔夠噶嘛，咁我哋咧需要咧係理解背後嘅底蘊。四呢一個字指嘅係寅申巳亥呢4個嘅地支，呢個唔難理解啊。咁驛即係咩意思呢？驛即係驛站嘅意思。即係我哋睇古裝片啦，經常聽到有人講，哇，伯伯你加急將封信咧送去某一個地方。咁以前咧冇車冇飛機噶，靠嘅就係一隻馬。咁一隻馬咧係冇可能騎行成800里噶嘛，所以咧一般都會喺驛站換過另外一隻馬先至再上路嘅。而呢一個地方就係叫做驛站啦。最後就係馬啦。好簡單，就係需要替換嘅馬匹。四驛馬呢3個字完整咁樣理解咗之後啦，下一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一樣嘢就係地盤啦。要了解驛馬，必須要先懂得點樣去運用呢一個嘅地盤。其實地盤只不過係玄學家嘅方位圖嚟嘅啫。普通人用左手邊嘅東南西北嚟睇方位，而玄學家用嘅係12地支，只係由原來嗰8個方位改為細分成12個方位。咁貌似好厲害啊！咁其實實質咧係方向同埋位置嘅圖表嚟嘅。但係話雖如此啊，玄學家咧又唔係單單用地盤嚟睇方向嘅。仲會有深一層嘅意思嘅，因為呢一個嘅方位圖啦，蘊含住4季嘅信息。
呢4季嘅信息咧係用嚟計算五行嘅周期，分別係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同埋冬天。對八字有認識就知㗎啦。咁呢啲圈起嚟嘅咧就係三會坊嘅4個組合。今次嘅教學啦，我就以火嘅五行周期作為一個嘅例子。喺五行裏邊啦，要有火嘅出現啦，必須要有燃料嘅，而燃料咧就一定係木啦。木生火，相信咧就唔會有人唔同意嘅。所以咧，燃料嘅重點咧就喺春季啦，即係寅卯辰呢一個三會坊。而寅卯辰係順排嘅，所以啦，起點一定係寅先行嘅。呢一個位置，我會稱佢為火嘅起點。八字上面啦，我哋會俾一個名詞佢，叫做長生，因為係小火苗走出嚟嘅地方。當大家理解到長生，接住落嚟啦，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十二林宮嘅概念。如果長生係小火苗，即係喺唔同嘅位置咧，都有機會變成熊熊烈火嘅。冇錯，呢個就係十二林宮啦。分別有長生、沐浴、官帶、臨官、帝旺、衰、病、死、墓、絕、胎、養多個嘅形態。呢一啲嘅形態到底有啲乜嘢嘅意思呢？其實就係一個人嘅人生歷練，由出生到成功，成功到破敗，每一個嘅階段咧，清晰咁樣寫咗出嚟嘅。喺討論五行嘅旺衰同埋狀態嗰陣時咧，我哋都需要用呢一個概念咧套入去睇八字，睇出嚟嘅內容咧，自自然然就會比人哋更加多。到咗今次影片嘅核心部分啦，就係睇驛馬到底係點樣去睇。我哋以火為例啊，火長生喺寅呢個位置，就好似我喺度騎住一隻馬咁樣，一隻有帶火屬性嘅馬走落去啦，百里加急咁樣去送信，再以呢一個嘅十二林宮嘅方式啦向前繼續行。長生下一個就係沐浴。官帶、臨官、帝旺、衰、病，去到呢一度就要停一停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再行多一步嘅話啦，隻馬就俾我騎死噶啦。咁因為隻馬咧已經去到嘔白泡嗰個狀態啦，所以就要將隻馬拉去驛站度，換另外一隻馬繼續去跑。而換另外一隻馬啦，就梗係想可以騎耐啲、跑遠啲啦，係咪？所以就會揾一隻較為年輕一啲嘅馬。呢一隻馬係帶有水屬性嘅馬，而呢一隻馬啦，就係喺申呢一個嘅位置可以揾得到嘅。所以咧，原來騎嘅嗰一隻嘅火馬啦，要換馬嘅話咧，個地方就一定就係喺申呢一個位置。呢個就係驛馬嘅真正意思啦。如果我哋翻去呢一頁，你就會明白寅午戌嘅火局，即係火嘅馬，三者嘅地支會係同時指向申呢一個嘅地支嘅。而我哋要睇嘅寅申巳亥嘅位置啦，申係唔應該單睇金嘅屬性嘅，而係需要睇水嘅動態。咁有啲人咧就覺得，單睇寅申巳亥四處奔波唔係就可以啦咩？咁其實就唔係好夠嘅，因為每一個驛站啦，去換嘅馬咧都有少少唔同嘅，同時唔同五行所走出嚟嘅十神咧都係唔同嘅。最終現實世界對應嘅事情咧，亦都會唔同嘅。咁到底需唔需要睇真啲呢？咁呢一樣嘢就要睇下你自己去決定啦。咁頭先理論就一大堆啦，咁我哋就嚟咗個簡單一啲嘅例子。甲申日，地支申，表面嗰層嘅十神呢係官殺星嚟嘅，現實世界係代表住權力同埋鬥心。但係我哋亦都需要理解到，
火喺呢一個位置已經係冇晒力氣噶啦，而且火嘅十神咧係代表住食傷星，現實世界係代表住思考同埋計劃。當我哋要換馬嗰陣時咧，換嘅係水屬性嘅馬，水嘅十神係印星，現實世界係代表住感受。如果好完整咁樣睇呢一個位嘅話咧，係代表住一個人啦，唔再以理性嘅角度思考啦，因為食傷火馬騎到都就快死啦，之後就係以自身嘅慾望嚟做開端，以感覺感受先行，因為係轉到印呢一隻嘅水馬。當一個人啦以感性去蓋過理性嗰一面啦，咁喺我嘅眼中咧，其實係代表住危機將近嘅。所以單論人生自害四驛馬，並唔係所謂嘅四處奔走嘅意思，內裏咧藏住嘅係你睇唔到嘅玄機，先至係重點。如果你發現呢一段影片啦，你聽得明，而且覺得原來可以咁樣拆㗎喎，咁咧其實你就好適合去參加我嘅八字課程同埋學習我嘅八字系統啦。我嘅八字課程已經招生啦，我會將你啱啱所聽到嘅八字拆解方式咧，做出一個完整嘅框架，教大家點樣去睇事業、財運、感情嘅判斷。如果想加入嘅話啦，可以 WhatsApp 我，又或者係瀏覽呢一個網址，獲得更加多嘅開課詳情。今次呢個視頻去到呢一度，如果中意我今集所講嘅內容，記住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。之後我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娛樂上面嘅知識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